Zaten artacağım ne?还有那个孩子，他们都会是了不起的战士。你这是让史上最菜鸟的战士对付史上最厉害的恶棍，你还想冲出什么老子？师傅，您放心好吧，我和我的神龙大军们肯定能搞定一切。刘秋潭真的不是扁担罐，天上现在四处发难，你是江湖烂人，不可以发展。很高兴你们能来帮忙，神龙大军。我这6条小细腿已经给了老命在跑了。等天上线了，肯定会成绩正好，神龙大军还不需要保护和平缓和，但是我们狭隘这个找到爱国，并帮助他打败天煞。真高兴你们来了，战士们！天煞正在吸光整个村子的气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战士，是时候和天煞战斗了。他已经把村民们变成了粉尸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加油啊！再试一下，我的村长更厉害。我能做了什么？战士们，谢谢你们来救我们。等真正厉害的战士来了，可别忘了通知我哦。我现在觉得那些饼干不值得我们。战士在伟大的天煞面前，简直不堪一击。你们俩比那组成文的还慢，真是操人！天煞现在，神龙战士也跑不了你们。武术群中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请各位把天煞引到灵界去，在那儿作战，对各位比较有利。只有在你们的帮助下，我们才能打败天煞。来的正好，我需要大家伙齐心协力，打败坏蛋。多厉害！快来，和我们一起打败天煞！天煞的功力到了灵界，变得更强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让我们创造一个气功神龙，然后用它打败天煞。做得对，加油！哇，你们的计划太赞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做天煞气功神龙来教训天煞，怎么样？下次我要跟着赢的那头混，我要求再战一轮神龙大军。那一段时间，哦，小心点儿，可别被天上的牛角给戳着。看，现在这些家伙回到了该死的地方。要是没了你们，阿宝也做不到。我可以跟你们学功夫吗？下次阿宝再翻墙打会找你们。
你们吗？你们都是很棒的战士，神龙大将，我的上司里才能收集这些坏蛋。你的脚扎到我了！你所说什么？其实都比你们强。多亏了你，我再也不用怕天煞的威胁了。